姜之冷知識：發芽薑食唔食得㗎？發咗芽嘅薑唔會產生有毒物質，但係發芽過程會流失部分養分同埋水分，影響薑嘅營養價值。薑係咪越老越辣呢？正確啦，生長期越長，薑辣素越濃縮，加上水分少，令到味道更加濃郁辛辣。夜晚食薑係咪等於食砒霜呢？呢個講法有一定嘅道理嘅。薑刺激消化系統，朝早食有助促進新陳代謝同埋提神醒腦，而夜晚就有可能影響睡眠，但未至於好似食砒霜咁樣。咁薑皮要唔要㗎？呢個要視情況而定。薑肉溫熱，薑皮清涼，冬季去皮暖身，夏季留皮降溫。感冒發燒飲薑湯，去皮效果更佳，有助排汗排毒。而日常紅棗薑茶保留薑皮，可平衡熱性。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體質同埋季節嚟調整食法，讓薑成為最佳養生之選啊！鍾意我哋嘅頻道，請按 like 同 subscribe，多謝。